收这边是反光笔，哎呦，是，咱来看者哦。你若摕咱的迄个荧光笔，嘿甲画迄个咱的台词课本啊顶面、剧本顶面哦，伊会反光起来，对因为伊是荧光的嘛。对对，啊那阿雄我这边我会应该讲是哑光笔，夜光嘛是有道理。还是哑光笔，应该拢可以，因为就是你看，去外口吼，翕无暗暗，啊伊共款的发光嘛，啊这是毋是就夜明珠的意思嘛？是所以就是哑光的啊。其实阮本来想要选夜光笔，因为台语足水的嘛，做者时阵会用足水的迄个。形容词，嘿嘿，都来讲一个代志，但是伊讲咱是要选较侪人讲的，是啊，因为即马大家拢较讲，所以咱就选反光笔。啊，因为伊黑暗袂光啊，所以是反光。伊的想法甲伊共款。哎呀，袂光，嘛选的吼，咱看的结果是夜光笔有66%以上的人选， 2/3啊呢。反光笔敢若有33%，所以多数人可能感觉夜光因较好了解啦。啊，反光因感觉讲迄些光甲照落去才会反射，啊，因讲我这本身就是会光的啦吼，啊，毋是看日视看拢会光，所以因感觉是夜光。